觀眾朋友，今日個項目分享收看福起來係阿明姑劉浩明。而家大部分的人都會做我哋嘅健康檢查，但是幾多人看健康檢查地步，如果檢查講，地步有風濕冇？嗰種冇風濕嘅話，幾項都等於講這個都安全的。但是其實有幾多嘅事情係一啲檢查看唔出來嘅。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落喺我哋嘅健康檢查中心嘅羅千英先生嚟到現場，有同分享講，除咗風濕以外，我哋有乜嘅檢查，我哋特別要注意嘅，我哋馬上歡迎我來賓，我哋千英先生。先生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高雄美濃嘅羅千英。先生，其實而家幾多人會做健康檢查啦？係唔係講上面冇風濕，都代表冇問題啊？其實唔係安尼哦，冇風濕呢代表係好事，係做得嚟話一定會冇風濕。唔過呢，其實我哋係有幾多嘅檢查係出血看唔到嘅，譬如講我哋有乜嘅超音波啊，也嘅講電腦斷層啊、磁振造影也掉。其實呢，除了出血之外呀，我哋還會去看啊，我哋嘅身體底部也掉影像嘅部分啦，底部有什麼嘅東西麼？也係講一個功能有正常麼？安尼樣底下講我嘅身體係唔係健康嘅？但是而家我哋嘅政府其實我哋健保啦，其實已經有我哋45歲以上嘅人，差唔多每2年會有一擺嘅最基本嘅健康檢查。咁就意味講，除咗最基本嘅健康檢查以外，我哋話需要再做乜嘅咯？其實一下健康檢查嘅項目啊，有分幾多種。譬如講一下嘅人應該幾多人會聽講去做胃鏡啊、體重鏡也掉啊。其實一下嘅人啊，因為食嘅東西較無健康啦，還有我哋台灣有幾多嘅買涼嘅啊，也係講炸嘅東西啊，其實都會去影響到我哋嘅胃腸嘅問題。一條呢，其實也有幾多嘅民眾啊，因為自費來去做看啊，一個胃鏡同體重鏡，也咧就係我哋政府提供嘅一般嘅健保嘅出血就做唔到嘅。可是因為幾多人會想到講，哎呦，一想到講胃鏡、體重鏡啊，有啲人早期嘅嗰種胃鏡、體重鏡是嘛，佢出嘅時間一定都會驚啊吼。但是有時就想講，我你好好哩，做乜我把它多做嘢咯？安尼個人係錯嘅嚇。身體冇乜嘅感受，嗰是最好啦。唔過有幾多嘅東西呢係。係冇多按樣從，身體唔會發現呢。唔過其實有幾多嘅人啊，人去做一個胃鏡、體重鏡，人就會發現，底部有生嘅一些些嘅東西，嗰啲東西舊嘅可能會變做唔冇嘅。所以有啲一樣呢，去做一個檢查嘅時節，而會順勢同一個生出來嘅我哋講息肉，一條細細嘅東西，我哋就可以處理起嚟去，你就可以避免講啊，提你嘅身體底部按久嘅時間，可能會變做唔冇嘅東西。像這個睇健康檢查中心嘛，哈，但是因為而家有人講因為我哋政府都有免費嘅，唔使錢呢，但是其實有啲東西其實要加錢去做一些，其實會過好。但是你這個建議咯，你這個建議講係一年用唔使錢的，一年要加錢，一年用唔使錢，一年要加錢，所以你這個有建議的方式冇？其實也係看民眾人設價啦，因為除了一個政府提供嘅嘢咧係唔使錢呢，其他嘅呢其實攏愛設價，攏愛去納錢，尤其一個費用啊係無數嘅，係啊，所以有啲人啊係講人呢負擔做得嚟化啦，人要叫可能要做一擺檢查，甚至講冇做過嘅，人就會建議講啊，家唔愛做一個較詳細嘅冇做比較高階的，個費用就較夠啦，唔過而係做得嚟方案，你就可以先做一擺一種，你就可以先了解自家目前嘅身體狀況係樣嘅，係做係之後，譬如講我哋像胃腸嘅問題，我再去留意啊，我去注意嘅話，明年啊、下一年啊，可能就唔是做到按規嘅檢查，就針對一幾年可能我去追蹤嘅來做就好咧。一般來講嘅話，人強人同我哋講人幾個體一啲族群來講嘅話。有乜嘅睇健康檢查，我特別注意冇？
我哋先嚟講老人家好嚟啦，因為也下幾多人會煩惱講啊，會中風毛啊，也係講啊，急性心肌梗塞。其實也條個檢查咧，老人家平常較唔可以去注意到一部分，也攏想講啊，你出血冇問題呀，你應該做得。啊，唔過其實老人家要特別注意就係人嘅血管嘅部分，因為老人家尤其我哋用按多人嘅身體呀，像我哋個血管就像水管用嘅嘛，唔夠嘅，唔係。冇保養好，可能會食到啊生唔好嘅東西，安尼就會造成我哋急性嘅一個機會就會較高，所以喺老人家嘅話，我哋較常會做嘅大部分攏係針對一個心臟啊、血管啊，咁我就係腦部嘅檢查來做。剛剛講我哋血管啊、心臟啊、還有腦部，佢等於講以這個係愛我哋講簡約去做用嘅檢查啊。譬如講，更加老人我哋啲觀眾朋友看到以後，上一地講，假如安尼話，伊多數去健康檢查時間，伊要叫乜嘅動作呀？譬如講血管啦、心臟啦，同我哋啲腦筋咧，伊要做乜嘅呀？喺講以一個健康檢查嘅自費嘅檢查來講啦，心電圖係基本嘅，心電圖係看你嘅心跳啊，還有一個我哋講一個跳得規不規則啦，嘿，唔過呢，其實心臟係有分咯，要做到一個超音波，超音波係去看一個心臟嘅功能啊，還有一個態勢，一條其實係心電圖看唔到嘅。再來就係我哋講到血管嘅部分，一嚟就會做到嗰種電腦斷層啊，咁我就係血管攝影，一嚟你有辦法底下講，你嘅血管底部呀係咪有些把狹窄有較狹一些，可能一個阻塞嘅風險就會較高。好啊，可是都是一個種啊，普一般的平常的一個身體檢查以外，好，還可以再考慮去做一下模糊，譬如說我哋講驗氧啦，吼，甚至說心臟的檢查，安尼你提供，譬如講心臟的一啲風險啦，血管的風險，還有講我哋講白腦筋啦，吼，急性的一啲風險可能會大一些。咁年輕人咯，年輕人要特別注意呢個東西。年輕人嘛，一下就係講後生人啦，人其實一下幾多年攏係外食族，攏食落去較多，量嘅又食啦較多。其實一下唔會發現到幾多高血壓啊、高血糖啊、糖尿病嘅人，一個年齡啊，就一次攏提個降下來嘅，有啲會上身難食，你就看到伊嗰種有而且血壓會喐嘅呀，有血糖嘅問題嘅，所以一個後生人來講啊。一個三高啊、三高，就係我哋愛提嘅一定要留意嘅。三高嘅話，佢唔係每都用出血，大部分都看得出來咯。一個大部分就做得，因為出血，譬如講我哋講血壓就要用一磅啦，一磅血壓嘛，係。再來呢就血糖嘅部分，我哋愛出血去看下我哋冇食東西嘅時間，我哋咧血糖用嘅。不過其實一個部分啊，還要提醒嗰種朋友，就係我哋其實出血啦，血糖嘅部分，我哋大部分看到嘅可能係一個空腹血糖，不過其實係有啲最重要嘅指標，叫做糖化血色素。一個糖化血色素，伊可以看到，過去幾十年，你嘅血糖啊控制了好冇？因為單一百嘅空腹的血糖啊，可能會你前一年可能食較甜嘅東西，可能就會影響到啦。不過我哋愛看一種較穩定嘅一個數值，其實就會測一個糖化血色素。不過一個有幾多年唔可以去留意到嘅。因為像我有個同事啊，伊講我嗰件嘢我出血嚟哦，我出血做檢查，伊都一見伊都幾正常啊，都唔會失量嘅，冇什麼嘅，伊佢出來嘅數字啊，都佢講啊，你嘛，我都有時候想講，你錯啊，因為你可能還是按你身材啊，但是你如因為講因為還是他個有可能風濕會講嘅，咁像我講可能60年後都愛去檢查，嗰時也建議都佢檢查哦。也唔識嘅唔識咯，糖啊乜都唔識，為這個運動哦，好，然後數字出來，你看啦，佢正常啊，但是有時想講，你錯，嗰種頭你講到冇唔錯嘅，因為其實你看一個問題呢，你的數字其實要看另外的數字，唔係講唔建議你前一咧吼，這個一下模式然後處方來，然後冇錯，其實也是幾大啊，好，但是唔代表伊真是平常你的時候安大啊，咁種呢，年輕人來講嘅話，
我都有談到講年輕人要注意血壓喎，而家血壓年輕人要按多哈。應該講，人嘅血壓啊，可能同人平常食嘅東西可能有影響。尤其人一項後生人食得較好，嗰啲精緻嘅東西食得較多啦，所以喺講一個血管底部呀，因為一個人講嘅膽固醇就係血脂有較高嘅話，其實就會去影響到人嘅血壓嘅喲。哦，嗰種血脂同血壓還是有關係嘅。有關係，因為人嘅血管底部呀，係攝到一條油脂嘅東西。會變成就像水管嘛，有東西塞到嘅，嘢咧壓力就會較大呀。所以其實我哋嘅身體係一步一步攏會影響到嘅。剛好想講問一個問題嚟講，像這個係對面儂來嘛？你有發現到講，譬如講啊，都市人咧同上下嘅人咧，健康嘅問題有冇缺嘅地方？主要係喺都市地區嘅老人家，因可能較容易去了解到、接觸到一條嘅健康嘅資訊啊。唔過睇鄉下嗰度嘅老人家，因攏一直以來生活就安尼呀，因就會感覺冇乜嘅問題，唔是只話醫院啦，也嘛唔好去醫院，所以就會造成人家嘅資訊嘅冇相同。嗰個健康檢查唔單止算是我哋人家身體健康嘅情形嘅一種指標，同時馬本的未來有一個健康嘅一個計劃嘅一個開始。休息下我下一段節目我哋埋嗰度過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所以呢，就冇來自我哋面容嘅前言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馬上就健康檢查，同時嘅內容有乜嘅？我想問一下，因為通常係有權講到講，因為其實佢當然看到我哋咧健康檢查裡邊風濕師嘛吼，但是其實有啲人佢講講譬如講有些大下會有一些醫生嘅建議啦，好冇？譬如講要發現到乜嘅囊腫啦，吼乜嘅東西，像有啲人看到也會輸，也會問師。佢當時都講，有囊腫係腫瘤嗎？還是乜個東西？一部分人有乜個建議唔？睇下你哋看下報告時間，有乜個心態可以調整的冇？一嚟就係幾多人一下會發生嘅啦。有啲人甚至想講，我冇去檢查就冇事啦。去檢查只有嗰種幾多嘅問題。有息肉啦，有囊腫啦，有乜其實也係有幾多嘅醫學嘅名詞啦。唔過有幾多人攏唔知嘅咧，到底係乜嘅？可能看到譬如講囊腫後咧，也係講乜嘅血管瘤一種。伊看到伊咧瘤嘅一個腫。也就會研究開始，因為他們用錄過防片，所以研究會去用數據去用錄紅請，結果請出來嘅這個還是這個。咁所以其實我哋愛建議觀眾朋友誒，就係我哋看到一條醫學名詞嘅時節啦，冇這個還是這個，你就得去請醫生去問較詳細一下，因為有條誒，譬如講囊腫後咧，伊可能唔冇誒，就係良性的啦，就像我哋上。免好嘅種樹嘅功用，係啊，就生一啲東西出來，唔過一個東西，可能天氣去追蹤，天氣去留意看啊，而家嘅東西係咪有變化啊？有啲其實喺早期就發現咧，你就可以加處理起嚟去，所以唔好自家嚇自家啦。喺有天氣睇嘅注意自家嘅身體嘅狀況嘅話，其實也咧。唔是太煩咯。但是有些醫生都講，這個目前看起來還好啦，哈，但是要積極追蹤哦，因為有時候也會變化。然後說就該緊張誒。係啊，都會變化嘛。會變化嘛，其實也個醫生嘛唔啲，係也個每個人嘅體質冇相同啊。有啲人可能生年嘅東西可能一生年就安尼，係啊，唔過有啲可能。醫生會去判斷啦，可能一個東西，伊看起來嘅體勢啊，一個性質啦，看起來有可能較冇相同嘅話，你就批下醫生，你就比較積極去追蹤，你就可以底下講一個東西係真實變啊唔好嘅話，你就可以加處理起嚟去。唔過唔好，因為醫生講可能很好。
你就唔去查伊。你多注意啦，你等於講有一個線條出來，你這個多攝出來，注意下這個身體。但是有的人如果你咪講，哎呦，嗰種有一些問題嘅，然後犧牲馬上嚟講，我定期檢查，咁後面也可以做乜改變？譬如講，有的人就開始運動啦，有的人就開始食一啲保健食品，乜益生菌啊，嗰啲東西，一部分你這個用看咯。一下唔看到老輩啊，嗰度睇嘅買益生菌咧，大家都會講食下你幾好啊，咁我就唔好食下你啦，我揾另外一個牌子來試看啊。我其實一下益生菌啊，真是幾多種，還有我能當個米咧保健食品當個一下嘅啲菌種嘛冇相同。嗰時候一下呢有一個改善嘅檢查嘅方式，按照一個糞菌檢測，亦可以透過唔嘅。我哋嘅糞便檢查，佢第一講一下胃腸底部啊，有乜嘅好嘅菌，也係講較唔好嘅，亦可以檢查出來。也可以依照一個去買講一下可能較強、較少那條菌，係唔好講人講幾啲較好啊，係講幾啲較貴啊，唔就去買來食。因為有啲人啊，伊可能唔第一講，伊到底適合佢嘅。係唔係適合伊自家嘅？作為啲糞便咧，伊啲檢查以後，如果得到伊啲報告嘛，吼，佢報告如果同人講，可能某個菌過多，吼，過身上，有啲某個菌過少，如針對少嘅啲菌去補充唔錯嘅。嘛做得安尼講啦，就本有一個。可以去判斷有一個依照，係啊，唔好講人講乜嘅好就停落嚟去，因為下食材分太多種嘅，有啲人係，有啲人會感覺較貴較好，結果花係按多錢嘛身體嘛冇變較好。你意思哦，呢個菌是按多種，基本都唔係乜嘅菌。我其實嗰時有部分的話，其實有啲檢查可以去聽說人哋提供人哋其實都是啲可能少乜嘅菌，嗰時人哋可以補充。咁健康食品有部分咯，因為其實真的是買嘢都，尤其太買場看到一咧有打折，你就講啦，可以多買一些咯。係嗰種食嚟唔單止可以變這個變得過健康嘅身體話過好。咁健康食品有部分有乜嘅建議冇？健康食品嘅話，提議一定要第一講，食咧啊咧，到底係睇嘅是乜嘅？唔好就尤其鄉下啦，如果到老人家啊，伊攏聽講騙人講一個好出去買來食，唔過你都唔了解底部嘅成分，尤其一下嗰度嘅保健食品，伊可能譬如講透過油味啊，也係講透過我們嘅肝啊，來去代謝的那個方式冇相同啦，也會去影響到自己嘅身體。譬如講我們嘅油味較唔好嘅，你就會避免講嗰種對油味代謝一種保健食品。不過其實保健食品按多唔係真是，譬如講身體本身就有狀況嘅，唔可以食一條。你自己冇了解嘅東西嘅時節，唔係做得去那本醫生，希望醫生講唔要適合食藥嘅冇，係因為還有幾多嘅人其實適合佢嘅一個保健食品，對伊嘅身體其實冇乜嘅直接嘅幫助嘅，但都會去影響到伊嘅腰胃嘅功能啊，也係講伊嘅肝嘅功能。因為有時候醫生都講多食差都好。確實係安尼，可能安尼老一批嘅老人家冇什麼嘅保健食品，唔過其實人身體還幾好。係啊，有時講這個冇食到藥嘅啦，因為都認為也算幾痛啊，或食些嗰種止痛藥啦，冇乜嘅東西。嗰啲老人家，佢都看一飯咧出都從會一個生意的嘛會送啦，隔壁零沙去出去老了，攞帶一罐過來，然後魚油啦，有冇東西？嗰種相關的東西其實最好去問你的專家醫生嘛好，藥師嘛好，至少提供一啲東西適合去應用。可是問題係講，可能我平常時都多少少有一些唔爽快反應咯。先了解，係。來比佢是冇爽快，譬如講感冒啊，又係講條牙痛啊，冇水好啊。因為有啲人啊，伊可能譬如講來偏痛，伊就去拿止痛藥，結果一件食得冇好，伊再分解一件。唔過其實伊底部有幾多嘅藥嘅攏係重複嘅樣，即個都食了按多嘅藥嘅下去，即個也唔對。
像你這個講到要擺個健康檢查的保養，你這個有嗰種親身的你嚟講，有啲人伊健康檢查，結果伊真的發現早期發現某個東西，結果你真的都把伊啲可能會發生的病症去解決了冇？我哋一片最常看到嘅就係我哋心臟嘅部分，因為健康檢查一片攏係自費嘅嘛，所以有幾多嘅人也冇愛做嘅啲血管攝影啊、電腦斷層啊，又仲去看血管嘅一個檢查，就可以發現到，一個血管嗰種有較狹一些咯，是冇到適度啦，唔過就比較狹窄了，因為有一個判斷嘅標準，可能一個愛加嚟去治療，所以我哋一片有幾多嘅，我哋講唔係騙人啦，就係我哋來做檢查嘅貴賓啊，然可能檢查起嚟一個心臟有較血管啊有較狹一些嘅方，我哋就會轉移去心臟科，醫生就會去計判斷，係唔係我哋會進一步去做一個心導管，一下心導管啊，做下去之後，發現。可能會使用空氣的支架哦，有壓力有發生過幾多啦。哦，你等於講伊唔是都真實發生事情的經驗呢？經驗的其實發生事情係有救過來係一回事，冇救過來把你好，你真的都另外一回事。好，嗰時等於講有啲人都講以後再救過來，但是心中加一道支架，但是你如喺目前發生以前，你發現到講也可能差唔多一個狹一些的。嗰時係咪去檢查以後講？個管水路現狀，迄無法其實真的有一路過合的，如果有些事情嗰時其實按你來講法，身體檢查唔單止講算是伊個更加身體情形的一個成績單啊，其實嘛算是把未來可能會發生某個事情先提前好，但是問題像一般來講的話，差唔多一到4以後，無論講有某個做某個工作來講。唔會以為講其實做進一步的一種身體檢查。一個有在幾多一個民眾啦，而且個有對人嘅健康意識有高冇，因為還有幾多嘅人來做一個健康檢查，尤其後生日，人唔係講啊，自家來注意自家嘅身體哦，但都係談論一個公司嘅檢查，樣來做嘅，無就係自家嘅阿爸阿媽，人睇人啥人可能較注重一個健康嘅部分嘅話，就會單論生人嚟強下，係啊，一部分嘅話就會變成講後生人可能平常真是較少去注重自家嘅身體啦。嗰時等於如講，其實因為佢幾多公司而家更加旅遊做固定的身體檢查，等於你幫一個年輕人有啲機會去了解自家身體，希望你係年輕人自家去做，其實太弱因為講啊，好耐路行來行去。應該冇辦法查，但是因為公司要求如何做身體檢查。有啲人也會批下一條公司嘅基本嘅檢查，然後呢，會另外再加做一些超音波啊，又係講加做埋嘅檢查，就按你一時明年就談論公司按你，其實也會早期發現嗰度嘅問題。個重要啦，因為其實而家年輕人都所多講啊，因為我哋識得嘅內容，識得東西貼過多年，過多好先。跟一般來講，算是身體檢查時間差唔多1周啊。可能做嘅項目，有啲位可能較基本嘅啊，差唔多我至少要留半年嘅時間啦。對，有啲位可能幾日。幾日嚟就會做係全部嘅檢查，不過其實還是會看醫院，因為有啲嘅人可能，譬如講要做胃腸鏡，一定胃腸鏡唔睇做之前，一定要食一個下藥嘛。有啲嘅人啊，可能睇路卡地步嘅人，較唔知啊講按用嘅食一個下藥，按用嘅去本自家嘅一個大便排腔內，嗰時候有啲嘅醫院啊，伊可能會有嗰種黑辣嘅片。就迄個片間你來做檢查，種就較無相同像我哋一片的話呢，我哋就係會天花地步同人講，一個食一個下藥用嘅食，要注意嘛嘅，我哋攏係跳過天花啦，唔是特別走來醫院，我哋就一早可能7、8點就報到，就開始做檢查，幾日嚟啊？差唔多都幾日嚟做法，其實對人家工作規模下嘅人來講嘛，其實真係幾重要。嗰時其實身體檢查好，唔單止可以去檢查出你人家身體的情形，但是對你身體的未來其實多多少少嘛，還有啲保障。休息下，我下個節目我哋買嗰度好精彩的故事。
法古來福氣來嘅，所以望來自我哋美容嘅建議，來到現場同你分享講，一般嘅健康檢查地方有乜特別要注意嘅部分？我都想問下建議，因為其實而家有一啲具體去到沙期嘛，嗬，佢當初儂會想要去沙期去推廣人哋健康嘅知識咯。透過沙期嘅部分啊，其實也係愛看嘅工作嘅單位啦，因為有啲可能有批下，有啲可能冇。之前我就聽人也係單位嘅關係，就去到嘅沙期，係就開始去有接觸到一片沙期嘅老人家，同人分享一啲健康嘅資訊。一般來講嘅話，唔能到沙期地步去推廣我哋健康嘅資訊啊，健康嘅主題。咁用嘅主題係我哋咧，我哋沙期地步睇醫生一定高上嘅啲咯。因為其實我哋去到沙期啊，冇辦法帶頓按多嘅東西過去。最基本嘅就係要幾多我哋講嘅三高啦，就高血壓啊、血糖啊、嘅講血脂一條。我哋最常帶嘅可能就係血壓計。係去磅血壓，因為有啲老人家嘅可能讓膝蓋睇路卡，冇人同人聽數，人可以來到一個沙期參與發通嘅時節，就可以順勢同人量可能人嘅血壓一度，就可以注意到係咩太高一些咧，平常可能愛繼續愛來量血壓，驚講會有一個高血壓嘅風險。佢有啲會伊俾聽醫生，即個本來都講，我本來都有食血壓藥嘅呀，佢幾時節伊去磅血壓？安尼會影響到講，伊即個平常，比如講，我本來就食血壓藥嘅，剛還是磅出來，還是貼過化減藥咯。應該講本身有高血壓嘅人，人條睇嘅食藥嘅，人更加愛去注意人自家嘅血壓。其實有睇食藥嘅化學，可能每日至少愛量差唔多9成啦，不呀最好就量200。因為問題呢去追蹤。係，因為我可能食藥咧藥嘅，係沒有適合唔自家。有啲人可能食藥咧，可能講唔下來，就會再向醫生調藥嘅。嗰時候一定要高血壓嘅人啊，人可能情況攏會帶動伊嘅本嚟啦。但個位下講嘢，每日量起來嘅血壓係一度啊，去肥整嘅時節就可以拿俾醫生看。佢血壓嘅部分是可以用磅血壓嘛，嚇血壓計，佢血糖血脂咯，能用嚟去囤，我哋聽醫生講，有部分要注意咯。血糖嘅部分咧，話要調喺沙期啦，人可能會講人可能來比你啦，只要是會有你。來聽數量安尼血糖，然後就會帶個較簡單嘅血糖機，係就同人量100，一個單一100嘅血糖啦。萬一只是量起來，真是有較高，嘛係相同會變成以自家之後啊，平常嘅時間就會去留意講自家係咪真實血糖有較高一些咧。咁血脂部分都過快。血脂就可能怕冇辦法啦，也可能就會跳過可能醫療單位去批下講啊，然後可能也係有啲譬如講政府啦，伊有提供一個老人家嘅儲血，然後就可以聽到你去就就身條因為也會空腹嘛，你就來嘅時間就同人儲血。嗰種就係去我哋嘅沙期地步去做我哋健康嘅推廣嘅時間，有乜嘅？譬如講，可能我哋聽醫生有個好談乜嘅主題，唔好談乜嘅主題。一部分還真是愛透過幾多嘅經驗去累積下來啦，因為大部分人可能就係對一個三高開始嘛，因為一個血糖啊、血脂啊，也係講血壓也一定要控制好，唔讓佢片面講啊引起其他嘅抗氧衝嘅病啦。係，不過老人家呢，人其實最歡喜嘅啦，應該就係我哋要準備點心。唔係要來做檢查嘅，就可以，比如講送一些有啲伴手禮啦，送乜嘅東西，就會看人伊來參加。跟這個判案度辦，這個有種影響過什麼我哋睇醫生，比如講來時有發表乜嘅意見啊，冇咯，而且係啲互動。最常問嘅就係佢俾你送乜嘅。不過其實看到一條老人家啊，其實行啊沙期地步，唔會發現到一下嗰度嘅後生人，亦攏離開鄉下，離開自家嘅家鄉，變成像留老人家嘅路卡。有啲人可能會請嘅外勞啊、看護啊來同人聽書，你就會看到一種可能同健康冇直接相關啦，不過我看到人前教會嘛會感覺一下嘅健康嘅變化，真係同以前冇相同嘅。因為他個部分人都去都市這邊工作的啦，留到鄉下真係都老人家在種務，老人家種務有時間，這個一定要注意個麻煩。
係嗰時可能都食過簡單，冇如講英國面買，冇佢買有時貼油，有碎片色，還有人哋嗰度嘅人會食嘅種菜飯飯。係啊，叫我以後唔係都我哋講鹽食得太多，哦，要種菜嘛，然後同時食阿毛鬼個，咁問題係有時時吼，農業係啲問題都講記性唔到吼。有嘅可能會記唔到食吼，有的時節會食200，冇如講真係可能加油嘅時節又記唔到去食，嗰時其實對於無人照顧來講嘛，其實佢麻煩啦。但是像有的我嘅睇嘅時候，我拿這個藥本來去看嘛，譬如講我今日有食到藥嘅呢，冇如講我唔知藥嘅什麼東西。大部分攏係唔知啊，自家食物嘅東西，係人都會感覺啊，有啲食得有效就繼續食，冇效就再加食一些。啊，不過人其實要注意嘅就係人哋睇到卡地杯啦，係講生意呢有規律，又係講有強下系列嘅種，人可能就會較定期去了解自家嘅，譬如講保險安好咧，人可能有路卡人嘅人特殊注意嘅話，人就會較好去配合醫生嘅治療，還有平常嘅生活嘅調整啊。不過有對自家係咧，佢哋就係一下相對嘅消費嘅影響較多咧。因為這真是啦，因為有時間吼，顏色一定要睇啊吼，嗰種真係冇甲別個人體天數去體相吼，冇吃下都體做，有時間做久會懶，真是有時候今日幫佢，你幫佢強用下。係真係一營業兩業都真係完全都記唔得咧。咁像一般來講嘅話，我哋而家台灣一般咧，我哋生活地方有幾多嘅習慣地方，某個東西其實係講唔一樣嘅。我如果我特別注意嘅嘛。食嘅東西，食嘅東西，對，因為嗰度嘅片攏係食出來嘅，尤其我哋對後生開始，你看我哋一下食嘅東西就較冇健康嘅，咁我哋都會用嘅。對，嗰冇健康，因為其實人家標準可能同埋佢標準冇重要，嗰時人家標準我先綁出來，馬上就對你來講，馬上就其實係對健康有一些影響嘅呀。對後生人來講好咧啦，我哋量嘅唔好食咁多。量嘅唔好食咁多，係個溫度的關係嘛，唔好食，不要吃冷的，是不是？還是說？唔係，就係貴多，唔睇到講嘅食茶較好。白開水啦，好。可是飲料嘅問題係因為有糖有黏，還是講不能飲料本身來源可能也各有問題咯？還是講其實飲料對於我哋呢身體嘅負擔都過重咯？糖係一個部分，有啲人可能想講我就冇加糖啊，我都無糖啊。唔過我適合啲還是譬如茶葉泡出來嘅東西啊，叫為其實對人哋嘅身體還是會有影響啦。比起唔適合嘅白糖茶來講，白糖茶還是最好嘅。但是因為等於我講嗰種，剛好從我阿公以前嘛食茶啊，明明都是老人茶有冇用嘅，佢做乜嘅食茶嘅部分，當然有啲人本身對茶飲一件事情都。而這個對咖啡因嚟講，有可能冇辦法嘅嗱，但是告訴有的人咪講，剛好是可以飲料茶好不加糖啊，無糖無冰啊，係啊。唔過我看到嗰條後生人可能會同一嘅飲料啦，當做一個茶來食。嗰種茶純水還是其實還是有差別。係啊，還是有差別咧。但是茶會貴貴哦。係啊。咁還有呢？除了飲料以外，係啊。炸的東西啊，還有精緻澱粉啊，看到老闆有幾度賣啊你完美甜點店啊一種，係咪個上癮意思？有談到我講，今日台灣的招牌唔係都應該怎麼珍珠奶茶加雞排喎？所以看到台灣嗰度食嘢嘅人啊，嗰時候炸咩其實冇人嘗試，確實真係冇人嘗試。嗰時候還有呢，還有乜部分？甜味啦，係啊。甜味對嗰種人來講，可能炸味有的人因為講可能食得好會嘅，但是甜味有的人真係冇辦法解。所以看下到嗰度嘅後生人啊，可能咩肥胖啊，咁我就係同樣嘅問題就越來越多，尤其要無運動。無運動。係啊，因為其實有時時我發現到其實我哋有時就會去日本嘛，日本可能呢個人臭臭呢，即係講日本嘅社會嘅發展比我哋過大嘛，但是有時時你看下日本人
伊都愛上班，吼，迄先去一趟吃轉茶，吼，讓伊火車站，吼，但是我哋唔免，我哋 engine 都去喺火車站，唔免我哋就算伊倒來先，我哋嘛去 engine 頓，一下行路就多，嘛去 engine。係啊，所以有地方，所以以前喺日本來講嘅話，伊哋可能貴起就腳踏車喺停一啲地方，我行伊貴即個沙去，嗰時候其實按照雙方的有啲人都講，其實日本人行一邊嚟，台灣人冇得多。係啊，還有像有的人講，其實上海人的肥胖其實比都市鎮人蠻多。因為都市鎮人雖然講伊哋有捷運，但是伊哋有時要行路去捷運。但是我哋上海人都真是啦，西北那個50公尺啊都去唔去。啊，喺都市中唔得歐北停車誒，啊上海就大家就亂停。對啊，但是講，就是你講甜的啦、油炸的啦，還有飲料啦，其實上海佢哪路有啊？嗰時等於如果哦，原來其實食得過好，唔單止對身體來講係一個過好嘅事情。譬如講我哋一般的食，譬如一日三餐地方，咁樣可以搭配講自家飲食嘛。麵包類嘅東西，唔可能看起來佢簡單。係啊。不過其實地方嘅那個含糖量、澱粉量也係幾高嘅。可是如果方便買啊。一個就係可能一個沙飛飯件啊。係啊，佢健康嚟發嗰種，就是唔可以是薄誒，又唔可以是饅頭，佢可以是嘛咯？應該講加一些嘅東西嘅話，唔好食很多，唔可以做一些變化，唔好講明日攏食同樣嘅東西啊，可以做一些變化。譬如講麵包，有啲人佢好食麵包，啊唔過麵包真係唔按常食啦，係樣可以叫食一擺啊，冇明日啦，有啲人甚至啊睇老闆啊麵包嘅封片啊，買嚟做食咧，啊唔過我哋就變成我哋糖分食啦太多下去，啊一個青菜啊食啦較少，啊又加上冇運動嘅話，也對人身體嘅負擔真係過大。台灣算是一個美食的甜筒啦，但是個美食的甜筒底下地方還是有幾多東西，其實對我哋健康來講係有影響的。可是看今日節目，觀眾朋友係咪發現到講，其實吼，就是身體愛最重要，生活地方也簡單也好。今日感謝我哋千億來向我分享很多安精彩的事情。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我得聽我哋先生來聽下運動哦。我跟福喜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的面書網站，還有到我的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